晚清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公司特约的导演丁道如，17日时互香港警察抓去，昨暗伊的出底人证实讲，伊已经互放出来啊，好咧加载。昨暗7点50分，已经平安登去处理。丁导演平安互放出来，消息一出来了后，公司嘛随透过声明，第一时间报告社会大众。嘛感谢香港记者协会甲几个民间团体这段时间热心的走动，嘛多谢各界关心。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示威即马冲突欠悬，美国参议院伫咧头拄啊就已经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另外，伫咧香港的理工大学内底，也有一寡也未走的示威者，昨昏因想要走出来，结果互警方阻挡，随互警方掠走。示威者对消防车后壁想要突破封锁线逃走，遭互警方挡来。19号10点外，香港理工大学10几名示威者想要逃走，却失败，只好搁返去学校。有几多人未好走，被警方抓到，手反绑。历代示威者被警方包围已经第4天，昨开始有学生离开学校，也过有一寡示威者依然坚持要伫咧学校内。香港街头是有上万人唱歌、画加油，声援历代示威者。新上任的警务处长田炳强，伫昨晚10点外也到历代现场巡视，但过无入去学校内。这个停10几分钟就离开。港警是讲，到昨晚11点，总共有800人离开历代。对港府强硬对待反送中示威者，联合国伫19呼吁港府和平解决历代事件，也希望少年示威者放弃暴力。With regard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t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e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do all they can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to addres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of those inside, which is clearly deteriorating, and facilitate a peaceful solution.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谴责港警用催泪弹攻击历代校园，甚至用致命武器，互香港变做战场，要求总统川普表态挺示威者。We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democratic protesters who have every right to assemble and petition their government for their rights as citizens of Hong Kong.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resident himself should voice their support for the protesters in Hong Kong, which would send an important messag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ot to get involved or in any way escalate the situation. 舒默批评川普对独裁者扑扑打打，拢无顾为民主立宪的民众。美国参议院也伫今仔日通过《香港人权甲民主法案》，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理工大学正做战场，昨昏香港警方针对理工大学4科练长进行大规模的清场，学校内底有几啊百个示威者甲学生，昨昏开始离开校园。未成年的登记身份了后，时代带走，18岁以上的落红掠去警察局。今天有大批的人呢从理大校园离开，不过有少部分的人呢是被反手铐上手铐。示威者用挂手铐，防暴警察甲因押出去。这些人拢18岁以上，敢是有发动罪。警方伫现场无愿意证实。不过理大校方表示，敢是要挂手铐，拢是警方决定的。若是满18岁的人离开了后，全部拢去互掠起来。一群人先互带去头前的消防处总部大楼，了后才搁带去各区的警署。若是18岁以下未成年的人，完成检查还有登记了后，会当交予老师带走，直接离开。不过一个穿急救人员衫的17岁学生，伊的手机面顶有写字，强调讲伊拄学校出来，绝对不是因为自首的关系。为什么会选择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人都救援是非常重要的。会后悔出来吗？不会。香港政府甲19统计，已经有600个人离开，超有1/3拢未成年。中学校长会表示，中学生虽然会当直接转去，不过无代表无法律责任。起诉的可能性是有的，是有起诉的可能性。对，是有的。真侪学生拄学校行出来时阵，拢有满这种太空毯啊，因为袂堪至暗时长时间来吹风，出现低温的现象，所以选择来离开。
毋过学校内底尚无够正百个人，而且够有可能是几啊百个人无愿意来离开。李代表示会继续苛刻因赶紧来离开，才袂互因的人受到更加严重的伤害。在学校里面更给逮捕的话，那个可能情况会严重，可能会受到人体的受伤。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和平解决。伫香港读中学的戴同学，伊妈妈拜日就摕台湾的护照伫找查某囝。早起戴妈妈敢若知影讲，查某囝已经拄离台离开，互送去警署，毋过毋知影下落。随后台湾陆委会透过真济管道，将压着满18岁戴同学去互抓起来了后，去互送去10外公里外的贵阳警署。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经济部进前是宣传讲，台商转来咱台湾投资总金额已经有7000亿。不过国民党的立委陈明忠是批评讲，伊去看国外汇款入来的少就无半仙，这期政府空嘴无支。昨昏民进党政府大动作开记者会，强调台湾台商真正有影转来台湾投资，这是有影的代志。台商回台投资是事实。而且是现在进行式，不是欺骗。台商回台投资已经来到6971亿元，不是0元。经济部长沈荣津昨天下亲自说明，欢迎台商回台投资方案的成效真好，绝对不是空话。会专工澄清，是因为前一天伫立法院财委会这段质询。那我们现在目前投资台湾事务所统计的部分，这目前都是用国内的资金先运用，那国外的这个会进来部分还没有看到这样。零对不对？你不要，你这个民进党啊，说一套做一套。经济部每天在发布消息，搞了半天，到现在会来是0。好，你先回去。国民党立委陈明忠批评蔡政府伤过寒，消息传出了，呼吁赶紧澄清。总统蔡英文伫面册澄清，新民党也拍影片说明，讲自今年元旦到即马已经有将近7000亿，虽然也无资金自国外汇回来，也毋过已经有国外资金利用境外资金汇转换，将海外资金汇回来。重点在投资是否落实，而不在厂商的资金来源。新民党提出名单，证明台商的汇流成效真好。准备起新厂房的厂商有113间，年底进行正式产线厂商有29间，2250亿伫今年底就会回来。到目前来说的话，已经有这一个29家的这个台商，他的计划在扩增这个产线，那大概有592亿。建新厂的部分有113家，大概有1661亿。陈明忠伫面册讲，伊所讲的话，拢是经济部处长林全玲亲自回答，有录音录影，无抹黑。台商回台投资煞变做选择的公共焦点，实际情形如何，民众家己的心内有答案。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电商阿里巴巴10月份来咱台湾开公司，要抢网络买物件这个市场，也毋过真侪3C 的产品拢无按照咱台湾政府的规定。NCC 讲，若准有民众去检举，就会去查。来看《苹果日报》，规管出版社的负责人69岁的赖阿成败落侵国过往。伊这世人推动文化事业，引进国外的哲学、心理学这册，伊嘛是客家文化的推广者。伊雄雄过身，互出来的人甲文化界拢真唔甘。来看《联合报》，儿童福利联盟公布，咱台湾囡仔受家长语言暴力的调查，超过3成的中学生拢讲，时代要用歹听话来管教。有7成的囡仔就讲，歹听话伤害比轰拍搁较恶好，伤害搁较大。政治消息，咱来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甲伊的副手赖清德，昨昏下晡去中选会登记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蔡英文强调讲，香港的局势恶化，中国想要上空上芳比咱台湾的选举，所以伊参加选举特别有意义，因为咱台湾人有权利选家己的总统，政党会使自由竞争，这是上宝贵的价值。
支持者大声喊口号，真热情的迎接。要拼连任的总统蔡英文甲副手人选赖清德19去中选会正式登记来参选2020的正副总统。蔡英文强调，讲在香港情势恶化，中国表示介入选举的情势之下，参加选举特别有意义。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我们人民有权利选出自己的总统。第二，这是一个多元自由的国家。那么政党可以自由的竞争，那我们这一次的参选就是要体现这2个重要的价值。韩国律早起讲，总统府伫咧等一个良心，要来回应蔡英文讲高雄伫咧等一个市长的讲法。蔡英文回应讲，总统府已经有一个良心，搁一概来甲伊吐回去。这个韩市长在过去这样的信口开河，而且对于他所做的承诺他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那把他自己比作是良心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不会赞同的。蔡英文19中昼出席台北市美国商会会员大会，专程用英语来致辞，讲到期待台北市美国商会继续支持台美来签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台北市美国商会执行长鲍威廉是对台湾的投资空间具有信心。现在的那个投资环境可以说是很不错，我希望会越来越好。我们对台湾很有信心的。那美中贸易战，佮加上香港的局势变歹，敢是会去影响到美商伫咧台湾投资？鲍威廉无正面回应。若是针对伫咧香港理工大学封调伫咧内底台湾高中生去互掠，蔡英文强调讲，陆委会已经透过驻港机构，会斗相共保护去互掠的台湾学生的人权。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昏是回应赖清德的质疑，因为赖清德讲国民党甲韩国瑜的国家方向就是被统一。韩国瑜是应讲，民进党才是在欺骗社会，嘛呼吁总统蔡英文甲赖清德爱甲主权的定位讲好清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19出席台湾尤努斯基金会主办的社会型企业东亚年会，对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强调大主论，佮质疑国民党和韩国瑜的国家方向是被统一。韩国瑜直接批评讲，这是另外一种欺骗。这是另外一种欺骗。所谓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这是股票术语叫做借壳上市。韩国瑜呼吁总统蔡英文和赖清德爱甲定位讲好清楚，佮对蔡英文讲高雄咧等一个市长的讲法再度反击。蔡英文总统执政这3年半，说高雄在等一个市长，但是总统府在等一个良心了。对蔡政府欢迎台商返来台湾投资行动方案推动到即阵，台商回回来资金挂零。韩国瑜阁批评用欺骗咧治国，副手张善政是指出，台商无甲资金砸回来，相中扣税是关键。在大陆赚了钱，在大陆被扣税，回台湾来还要再被扣第2次税，双重课税。台商怎么愿意把大陆赚的钱带回来呢？所以民进党现在说这个台商会把资金带回来投资台湾，这个就是国王的新衣被点破。有风声讲，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要接韩国瑜竞选总部的主委，韩国瑜无否认，强调对朱立伦非常的感谢。时机若好势，伊甲大家报告。因为国民党最近伫不分区立委提名方面争议不断，恐惊影响到韩国瑜的选情。朱立伦敢愿意接选前的操盘手，为韩国瑜甲选情顾调咧，外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亲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名单今仔日会公布。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伊是讲，这个名单会有3大特色：有能力、有专业，嘛关怀弱势。顶礼拜宣布加入总统政局的亲民党，按算20早起公布不分区提名名单。贵属合作的头一步，敢有可能为不分区名单来出发？宋楚瑜嘴真红，敢若讲有3大特色：要有能力、专业和关怀弱势。我不会把任何哪一位的名字说出来，但是，会在科技界也好，在我们产业界也好，在我们这些重要的未来我们国民生计很重要的这些领域的专业里面都会有。他的意思是，我晓得会不会他本人不会。宋楚瑜嘛证实，亲民党不分区会有郭家军的代表，阁有信心摕到3席不分区。郭台铭也先前讲18有和我和宋见面，讨论不分区名单。我们也是派出有代表性、有实力的，让他征选。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交换，我们只是说希望亲民党或者是民众党能够呢，在这个将来国会
不能一党独大的情况之下，我们希望小党能够有生存的空间。过宋瓜三边合作布局不分区，宋楚瑜阁透露，过去捌想要和高宾迭接班选2020总统，但是高宾迭有其他考虑，只好尊重。去年就是真的有把他当接班人的意思，差不多。当时我说我们要跟他去结盟，如果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我愿意，我们全力的。事实上，我已经告诉了黄珊珊，亲民党提名黄珊珊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跟柯去搭配，所以这个话很早就间接的去传给了。民众党和亲民党抢架政党票，一旦不分区是撮合民众党领先，宋楚瑜敢若嘛不要紧，强调亲民党无将民众党当作竞争的对象，要和第三个声音出来跟哪里竞争。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长郭文哲的民众党不分区的立委名单，伫昨昏已经公布。台北市的劳动局长赖香伶排第1，代表国家军的高庆安排第3，新光集团的吴欣盈排第7。民众党不分区的名单早起公布，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伶拍头阵，代表国家军的高虹安排第3。对这个代志，郭台铭办公室表示真欢喜看到这个安排，不过排名去影响到日去国会优先顺序。郭文哲嘛先前讲，要甲郭台铭讨论，敢是要由高虹安甲蔡佩如2个人排名的顺序来对调。他是很客气，有说不用了。这个高虹安也不是高虹安我们是认为他适才适用啊。吴欣盈其实他很早就来，他以前就来跟我们讨论。话先讲他不是我们去找他，是来找我们的。所以我说，你这个条件还不错啊，那干脆去不分区。强调讲会用适当的人才，郭文哲原本意思要甲挑战区协立委的新光集团吴欣盈排伫咧第7，不过若像无算伫咧安全名单以内，郭文哲认为要有志气，嘛真乐观期待，运气若好会摕到10席。若是民众党公布的29席不分区名单，郭文哲讲名单平均的年岁是40岁半，其中前13名有4个是海选的人，而且市府成员就占3个。预计下周1开始请假，那等到12月25号开始正式公告之后才会请辞。郭文哲把话讲34席的提名拢要提到到，不过即马民众党敢若提名29席。党秘书长张铁勇讲，因为工课甲读册关系，有人无愿意公开，才无列入去名单。若是认为家己是学术面顶去互研究的对象的郭文哲，19暗时用市长的身份去东吴大学的演讲，要来讲政治新文化，说去学生人数低济，佮强批评讲伊回避统独议题。到明着讲，不要利用这些东西谋求个人或政党的利益。你这是在对民进党讲吗？没有，我是对台湾的社会呼吁。针对已经有郭文哲被将出现反贼人数，郭文哲认为讲原本就无什么代志，唔免受烦恼，伊要用平常心来面对这场演讲。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同款受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伫咧北部、东半部规天拢有雨，天气同款是湿湿冷冷。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今日天气甲昨昏差不多，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北部雨会直直落，北台湾会加较凉冷。南部、中部山区云有较高，嘛有蒙蒙啊雨。温度的方面，早暗拢会变寒。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桃园15度半。气象局有针对台北、新北、嘉南、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今仔日东北风有较强，所以新北等18个县市嘛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另外要提醒乡亲，日时暗时温差较大，一定爱穿雨袖。镜头来屏东恒春的落山风已经开始变强，昨昏有几啊台奥多拜的雨风扫倒，昨昏上强的阵风有11级，这已经是袂输轻度风台同款啊。另外，新竹的风嘛真透，有点头的看板风吹到歪去，铁皮嘛掀起来。风真透，固定伫应街旁部，被车架拢掀开，边仔机车也车架倒去。现场是伫咧屏东的恒春半岛，19早起出现强烈落山风，真侪人去上班上课拢行袂使。当地气象站测到上强阵风达到11级，比轻度风台等级还佫较悬。今天因为受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的双重影响今天在早上6点49分的时候，恒春气象站测的最大阵风有11级，它已经有到达青台的这个威力了。我早上开门出来的时候，风吹得我没有办法把门拉进来开，然后我上车开车门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车门盖起来，因为风太大了。
恒春气象站讲，当地虽然常常有落山风，不过风速足大，确实是真少看。主要是北边的东北风加上东风两边作用造成的，有估20也可能出现这种顶级的强风。而风尽头情形也出现在新德市，早起经过路的广告架啊被吹到倒去，另外伫北大路也有铁壳的围墙被吹倒去。声音很大声啊，我们就出去看，结果那时候水泥大概剩超出这样，我就打电话报警，我走到电话旁边，它就掉下来。这几天的风真的是很大，其实有危险。东北季风明显增强，全台拢可能有强风出现。气象局也针对台南以北、恒春半岛甲澎湖马祖沿海这空块所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有可能出现9级到11级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北河乡亲在咱国内出现头一个予牛比狗食这款糖加重，结果发烧、骨吐也未止血。这是一个住伫咧北部70多岁一个阿公，伊最近也无出国，毋过伊是较接去山区活动，出现症头了后，佮引起败血症，目前人伫加护病房。疾管署是讲会赶紧把这款病定做法律规定的传染病。国内出现本土头一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简称 SFTS 病例。北部一个70多岁查甫人最近无出国，但是定来去山区活动。顶个月底陆续出现发烧含吐的症头，去诊所看诊过6天，症状拢无较改善。后来因为气门呐，佮有意识无清楚，送去大病院治疗。经过2天的采检，排除天狗热感染，最后才确诊是 SFTS 病毒阳性。有这个凝血功能的异常，以及有合并这个绿脓杆菌的感染哈，所以在加护病房当中接受这个积极的治疗。疾管署表示 ，SFTS 是属于鼻霉病毒感染，每年4月到10月是鼻虫活动季节。一旦互带着 SFTS 病毒的鼻虫加着了后，潜伏期上长有2礼拜，会出现发烧、想要吐、无胃口、血小板减少、皮肤红、骨症、气门呐，佮有血斑，低速度差不多5%至15%。定来爬山的人甲农夫是高危险群，专家提醒，若是互鼻虫加着的时阵，千万唔通用手甲背出来，以免增加感染的风险。如果说我们是用我们的手指去把它拔起来，那我们会把它的腹部压迫，所以它整个肠道的病原体，甚至于它的唾液就会反而是被我们挤出来。我们最好是用一个镊子在它的在它的身体的前端，轻轻的把它拔起来。疾管署强调，过去国内无 SFTS 确定病例，嘛无主要病媒肠甲血 B 发现的记录。但是国内阁有其他的病媒，像讲 B 小刺头 B 的分布，因为挖近中国、日本、南韩等等流行的国家，所以怀疑真有可能是鼻虫对岛较前爪下境传播。疾管署已经成立疫情小组，卖伫咧1个月内公告新增加 SFTS 作为法定传染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镜头来日本。今年65岁安倍晋三已经做首相，甲打满2886天，是打破纪录。按即马开始，伊是日本做上久的首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9追平战前的首相龟太郎在位满2886天的纪录，成做日本宪政史任期上久的首相。今年65岁安倍是2遍坐上首相的大位，第一遍是2006年。不过，这一年就发生内阁有见笑台参与伊选举失败等负面的事件，安倍也以健康的原因宣布辞职。5年了，安倍如果领导自民党赢得众议院选举，再一遍出任首相。各担任首相的安倍为了要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提出被叫做3期前的经济成长策略，迄当阵的声势正悬。所来任期如果连续6遍带自民党赢得国会选举，政坛的地位就愈来愈在。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分析，安倍政权会当长期维持，是因为伊甲经济放第一位，做到相关的金融甲财政政策，而且实施地方创新等措施。虽然施政做了袂歹，不过因为伊的牵手讲入新幼学院的建校台，声望规个煞搬来。顶礼拜如果有这种代志发生，传出安倍邀请支持者参加每年春天政府因工会所办的上映会，有攻击使用的嫌疑。照日新闻上新的民调显示，安倍支持度再一遍搬到44%，是2个月以来第一遍无到5成。伫外交方面，安倍虽然常常出现伫咧国际领袖会晤的场合，甲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交也袂歹，不过甲南韩的关系无好，可以扣一寡分数。伫咧首相任期2021年9月结束进程，一般认为安倍上重要的任务就是完成修宪。
和日本自卫队合宪化。记者综合报道。前苏联的国家白俄罗斯的国会大选，即马结果出来呀，众议院100席执政党全部拢放弃，毋是因为讲反对派反对党较肉卡，是因为反对派的候选人毋是互恐吓讲爱退选，就是互禁止袂使参选。这场选举嘛，互外界批评讲是算假做标明。已经掌权1/4世纪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礼拜伫咧参加国会大选投票时阵，讲明年抑阁会争取连任。 Поэтому я свою кандидатуру предложу на этих выборах. 今年65岁卢卡申科被人叫做欧洲最后一个独裁者，会人讲是不准反对的声音。这边的大选主要反对派领袖，抑个2位现任的反对派议员，拢被禁止参选。 结果，卢卡申科顶也摕到众议院全部110个席次，其中过半是行政部门的代表，包括国营媒体主管甲记者，反对派无半个。 Official warnings to refrain from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during the campaign created an atmosphere of intimidation that ultimately led to deregistration and even temporary detention of some opposition candidates. 欧洲观选团批评这边的选举严重违背民主，问题真多。That these elections have demonstrated an overall lack of respect for democratic commitment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re in danger of becoming a formality. 白俄罗斯最近开始滑向西方世界。卢卡申科这个月正罕见去奥地利访问，讲希望甲欧平伫咧政治甲经济方面合作。 背记也甲迄当阵的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普顿会谈，看得出伊无想要搁受俄罗斯控制。记者综合报道。经典的音乐剧《悲惨世界》最近伫中南美的国家委内瑞拉头一摆演出，但因为委内瑞拉的经济恶化，人民的生活真困苦，所以台顶伫演的袂输是现实的人生。 伫舞台顶的演员唱出大时代人民生活困苦、受压迫的心声。这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最近伫咧委内瑞拉舞台演出。虽然内面的故事背景是19世纪混乱的法国，不过对面对着经济危机的委内瑞拉人民来讲，舞台顶演出的就是家己的生活、家己的社会。 Mira, creo que la cuentan distinta porque viven la historia de manera real. Mariano mismo, el director, lo dice, nosotros, nuestro elenco, ha vivido un poco de la historia de Los Miserables. Entonces, cuando tú les pides que te den algo a nivel actoral, en un recurso como, mira, imagínense que están haciendo la cola para comprar un pan. No hay necesidad de la imaginación, eso es algo que ellos han vivido antes. Entonces, creo que... 委内瑞拉自2002年开始，经济严重衰退，物价一直起，欠电，真侪人的生活拢变歹。自查韦兹到马杜罗2任总统拢无法度解决问题，人民不满政府上街头示威抗议，就甲悲惨世界法国人民站起来反抗淡薄仔共款。这出音乐剧毋但是反映出委内瑞拉现主时的社会，对演员观众来讲，就着剧情暂时袂记生活的困苦。 伫咧彩排时阵，真侪演员也感动到流目屎。这出剧伫咧筹备的时阵，一开始是资金无够，要也赶处理当年失收，连冷气拢无法度使用的剧院。伫遮尔侪困难已经克服了，票价阁是一个问题，因为票价超过委内瑞拉基本薪资的2倍，不过也是吸引真侪人买票来看。伫感动剧情的时阵，也找到面对未来的动力。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澳洲的火烧山火拍袂花，也有强风甲烟吹去陆地，所以澳洲即摆空气有够歹。卫生专家就警告当地民众讲，叫大家上好点咧处理，唔通出门。为空中看落去，城市面顶铺着一层白色烟雾，敢若会当淡薄仔看到建筑。唔通误会，这是虾米云海美景？实际上，这是因为森林野火产生的空气污染。Disgusting. I was woken up at about 2 o'clock this morning. It's terrible, very difficult to breathe, and I don't have any health issues. 今年9月开始，澳洲东部的可化高温引起森林野火，造成民众死伤，数百间的民体，各有将近14万公顷的林地拢火烧了了。 野火产生的烟和雪梨的空气污染超过国家标准8倍，达到危险的等级。部分地区的温度阁升到37度，和卫生官员建议民众踮伫厝内，莫出去。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you are sensitive, is to avoid outdoor physical activity whilst it's smoky. It's also a good idea to consider staying indoors when the smoke is very thick. And the good thing about staying indoors is it also protects you from heat as well. Using air conditioning, turning that to recycle to help clean the air inside your house is both very important. 当地气象局表示，虽然烟雾拍着日头有散开，也毋过暗时会阁增加。专家分析，在着气候变化，澳洲的野火季节提早发生，温度升悬，吸收空气的水分了后，会互野火变加更较极端。在南澳的部分地区，5月20号温度会升悬超过40度，目前已经发布了灾难性的火灾预警。记者陈时龙报道。赶紧来看，天文界伫咧太阳系的外太空区的所在，发现一粒真罕看的系外的行星。较特别的是，这粒行星还有家己的大气层。伫咧离地球920公里的外太空发现这粒气态行星，是地球的3倍大，质量是地球的20倍，半径比海王星小20%。代号是 NGTS4b， 又搁叫做禁忌行星。是英国华威大学伫咧智利的帕瑞纳天文台所发现的。This planet is very, very close to its star. So a year on this planet is only 1.3 days. So that gives you some sense of how close it is to the star. And when you're that close to a star, then you get a lot of radiation from the star, and it's enough to strip off the layers of an atmosphere on a planet that's about the size of Neptune. 互科学家真好奇的是，禁忌行星的表面温度将近摄氏1000度，所部互行星所发出的热能甲辐射蒸发，也有家己的大气层。Previous surveys have indeed found no planets in this zone, and that's why it got called the Neptune Desert or the Forbidden Zone. So this discovery came as a surprise to us. 海洋星沙漠是指瓦群行星的区域受到行星强烈的辐射影响，行星的大气的蒸发只敢剩石头的核心，一般是未出现甲海洋星差不多大小行星。It's possible that the system is very young and it just hasn't had time to evaporate off the planet, or perhaps the planet has just moved in there quite recently. Another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star is just not emitting the radiation that we thought, and somehow it hasn't been enough to evaporate the planet. 英国华威大学物理系首席研究员威斯特讲，禁忌行星的生命力一定真强，因为团队毋捌有期讲会伫咧海洋星沙漠找到甲海洋星差不多大小行星。研究团队是透过次世代0星顺天自动望远镜观测计划，伫咧找太阳系以外行星时阵，才观测到禁忌行星。目前也搁伫咧整理资料，看是毋是伫咧海洋星沙漠会搁找到搁较侪行星。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台中阁发生有苦毒囡仔案件。有一个2岁外的查甫囡仔，17暗的时，互厝内底人赶紧送去病院急救。医生才发现讲，这囡仔的头壳有互焊着伤，而且伊的身躯拢是空脆。急救了后，嘛无救回来。检调介入调查，伊的老爸老母已经送法办。2岁外的囡仔敢若互真按苦毒全死亡，妈妈下晡来到殡仪馆，看到囡仔冰冷的遗体，一句话都无讲。落尾，互殡仪馆的人陪咧离开。这个阮3岁的囡仔17暗，互妈妈抱咧去病院急救。查甫囡仔去病院时阵已经无喘气心跳，医师阁发现查甫囡仔身躯顶有骨头的伤痕，甚至讲头骨嘛拢落地，敢若是苦毒囡仔的事件，抓紧就通报检调。王姓男童身上的伤势有高度涉嫌与邱先生有关，我们也因此呢向法院来申请羁押。邱先生的住处所收获的一些疑似虐儿的相关工具，那以及呢相关的一些证人的一些说法，我们都在勾稽全班的证据。检方新闻认定，查甫囡仔的老爸姓邱的查甫人涉嫌重大，以伤害致死等罪嫌声压。老母是5万交保。19下晡，法院裁定姓邱的查甫人羁押禁见。家防中心表示，查甫囡仔属于自小保护家庭，社工伫民国105年就介入安达。迄当阵查甫囡仔出世才1个月，母仔囝伫咧外口流浪，一直到今年9月才转去处理，想袂到就发生不幸。妈妈她生了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孩，好，那应该是家里有一些争吵的状况，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所以妈妈带着孩子在街上
有点像游荡。评估是因为孩子很小，其实才满月，那妈妈也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居住处所，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安置。家访中心表示，查甫囡仔的老爸甲老母差17岁，离婚了后嘛是住做伙，有3个囡仔，属于儿少保护家庭。想要到上细汉的查甫囡仔所发生不幸，另外2个分别6岁和4岁的后生查某囝，目前并无互人发现有互人伤害的情形，已经由阿公阿嬷带转去安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有2个消防人员伫顶个月因为无愿意配合病人的家属，甲病人送去别区的病院，落尾煞互调职。这工会抑个民间团体伫咧昨昏开记者会，因批评高雄市的消防局长讲安尼无合理，嘛要求政府爱检讨现处时紧急的救护制度。不要关说，紧急救护不要关说，公共安全没得商量。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甲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针对高雄顶个月2名消防员因为无愿意配合看区送病院，病人家属打电话请议员斗相共，所有2名消防员去上调职。工会不满高雄市消防局长黄江雄讲，看区送病院是合理要求，防批评对伤害紧急救护系统。你身为一个消防局长，却做了一个会伤害不止伤害消防员，甚至伤害整个紧急救护系统，还伤害了病人的安全以及可能潜在的病人的安全。这样子的做法根本就是一个大外行。依照这阵规定，病人也是家属伫电子化救护记录表签名，也是依照高雄市消防救护车收费办法，开1700块的收费单，病人应要求看区送病院。也毋过工会即期即互大众误认，会以固定介绍指定特定病院。医师工会强调，即阵医师拢会使查看北京病院的用药，也有病人的比例。抽血的一些记录啊，过敏药物的记录，管制用药的记录等等，这些现在基本上在这个健保署它制造这个云端药率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还是会遵照我们救护人员的那个判断的，有指定送医的话，就是看他的状况，然后我们会给他开那个收费单嘛，那如果收费单如果我们认为是合理的，我们不会收；如果不合理的，我们当然还是会给他收。工会统计，去年全国救护出勤达到1101350件，大部分是非危急个案，显示消防体制已经被救护资源乱用，呼吁秉持就近适当送医原则，一来争取救援时间，二来也减轻送较远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分林的土豆即马当咧收成。地方煞有假消息讲政府要进口土豆，害产地土豆即马价消是直落。农委会主委即马亲身宣布讲，要用1斤40块银，甲农民收土豆，嘛呼吁农民唔通听假消息。目前是分林土豆的采收期，但是受到8月份大雨的影响，今年2期的土豆收成减一半。至少11月初分林土豆开盘产地收购价每大斤47块，但是顶礼拜地方传出政府要进口土豆，盘商全无愿意收购，才短几工，产地价销连续落超过10块，每大斤敢若剩35块。5块啊，36块尔呢。对哦。迄天啊47块啊，48块直直落啊。啊，那差遮济？都去放啊，你死啊！分林县长张立先替土豆输入关税配额潘丽金标手案资料表示，虽然农委会强调今年底袂阁进口土豆，但是明年1月到5月份会进口5000多吨，有疑心理的作用之下，就会影响土豆的价销。虽然这个时候是绝标，是明年1月份才会进口，但是你斩钉截铁告诉我们的乡亲说，这个月跟下个月不会进口，这个就是用一些混淆视听的事情来欺骗我们的乡亲这是不可取的。为着要维护土豆农民的权益，农委会主委陈吉仲19日南去分林后尾开说明会表示，土豆属于关税配额保护的品项，若透过进口，成本每大斤上少爱40块。若是有人挑过去散布无影的消息，会照法律开罚。这张伫所有的分林产地四界讲的时阵，已经影响到咱的土豆的价销。农委会无法当接受这款的情形，我已经让法务部蔡部长通过电话，即马开始看到，阮就随依照拄仔修改的农产品市场交易法35条之2。绝对会直接来抓来处罚。陈吉仲表示，目前分林2期的土豆价销已经受到影响，为着要保障农民的收入，对20开始，农委会用每大斤40块的价销，甲分林农民收2期的土豆，避免农民因为无影的消息，用伤低价销来卖种出来的土豆造成损失。
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几档不时拢会传出高丽菜无销，大出了后败价问题。为着要销高丽菜，互高丽菜有销路，即马农委会嘛拍开销路，要销去加拿大。这几档农民真正侪玻璃菜，不过若大出一败价，即马农粮署要甲玻璃菜销去加拿大，互外国人食看台湾菜色的好滋味。其实照顾蔬菜就像照顾小孩一样，你要看得懂蔬菜它的叶针或者它的形状，田间管理也要配合做控水的部分，这样子才能达到国外也是一个比较好品质的那个形状。捌到十大神农的蔡技手，运用智慧化管理种的玻璃菜，品质真赞，捌出去几哪个国家。当农民甲合作社、农粮署配合，甲玻璃菜外销，解决玻璃菜大出的问题。瞬间甲降田间热的时候，不管咱国内的销售，也是迄个外销，拢有较有优势，因为田间热去掉的时候，伊就袂黄化嘛。玻璃菜再去加拿大买，要开2个月。为了保准玻璃菜的清甜，农粮署专工改良品质，佮运用真空技术降低玻璃菜的温度，安尼菜色才袂歹。嘛希望透过外销，互外国人食看卖，嘛互农民的辛苦种作有回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屏东的新义国小高囡仔乐团，替真侪爱唱歌的囡仔找到舞台。伫顶个月，因才摕到咱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囡仔组的第1名。即马做伙来听这段高囡仔唱歌。这几年台湾真流行阿卡贝拉，阿卡贝拉就是无家己伴奏。敢若利用嘴发出肉声唱歌做效果，屏东市新义国小阿高囡仔人声乐团也利用阿卡贝拉的唱法，呈现囡仔人单纯美妙的歌声，也用着音乐拍动人的心肝耳仔。这阵囡仔为了要参加台湾国际中唱艺术节的台湾杯现代阿卡贝拉大赛，对校内开始就无暝无日训练3个月。牺牲校内佚佗时间，专心在练唱，最后也拍出万定位，摕到校级组金牌第1名。最佳主唱、最佳人声打击、最佳舞台呈现、最佳二校组合，甲最佳指导老师奖，正做今年上届声人目的团体。因为我自己五音不全，所以老师把我变 VP， 就是可以控制大家的节拍。唱歌的感觉，就感觉身心放松，所有烦恼都过去了。指导老师陈雅云也讲，只要是喜唱歌的囡仔，拢会当来。就算音抓袂准，只要照着学生的特性甲才能，放伫个无共款的所在，大家互相配合、互相合作，就有上好的发挥。我是无伴奏的，所以小孩子都要用他的耳朵去听其他声部，然后找那个 balance， 找那个和谐度。家己在职站较赢看别人，伫个阿高囡仔人声乐团，看到学生囡仔为着音乐付出打拼的精神。伫咧一摆搁一摆练习，建立因的自信，摕到第1名的光彩，艰苦头才有看话尾，是上好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东县政府为着要鼓励部落内底老人甲囡仔拢会当行出来，会当互这时代甲囡仔人会当互相交流。伫昨昏办歌谣的演出，有81个部落的老人甲囡仔做伙用歌声来展现因部落的特色。舞台顶真大的指挥动作，带领族人唱歌跳舞，表演传统的歌谣。囡仔也伫边仔伫跳舞。台东县政府头一摆举办大间融合成果比赛，81个部落老人囡仔拢真努力伫舞台上伫表演。其中部落族的囡仔也伫学阿公报建功。而来参加的族人讲，老人囡仔斗阵学习，会使互部落更加有生命力。有了小朋友的跟着老人家在一起吼，觉得那感觉很有生命力，而且我们觉得小孩子变成不会生疏。过去部落的文化健康站是鼓励老人爱行出来，不过这老人往往也爱照顾逝世伫外口工作，留伫厝内底孙仔，老人反倒当无都行出来。去年开始鼓励老人也甲孙仔带出来斗阵来学习，安尼唔但用增加人际活动的刺激，也用传承部落的文化。我们希望办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让孙子跟他们的长辈一起走出来，就是增加他们的亲子关系这样子。
不过，要做林环路讲，部落老人的体力无法度一直来照顾活力真旺盛的囡仔，希望政府好好运用人力资源，伫固定的时间协助照顾，让老人有暂时休困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七股伫咧18时出现规定的乌面腊杯，算算的上无可能超过600只，是有史以来上济纪录。水浜附近伫咧做太阳能设施的工程，那亲像对鸟啊无影响，也毋过台南的生态保育协会是表示讲，这个爱观察。台南七股顶山的香蕉亭原本是废弃的盐埔地，但是即马煞变做乌面腊杯的天堂。根据台南生态保育协会调查发现，今年来七股顶山的乌面腊杯有621只，是有史以来上济。那边栖地现在感觉上好像就是有比较少，不晓得是不是食物比较短缺。顶山这边最近最多有到621只，蛮兴奋的。是啊，赶快过来看一下，破了将近20年的最高的纪录了。原本我们还以为顶山这一边的那个黑面琵鹭今年会比较少，因为北侧那边在做太阳能板受到影响，结果黑面琵鹭最近这几天还是北风吹来的比较多，而且又聚集在这边。民众吹冷风，嘛是要甲乌面腊杯记录落来。乌面腊杯的大量飞来食，原因研判可能是咱门溪口主要的栖息地，食食无够，才会飞来这找物件食。嘛是因为这个原因，七股顶山变做上好的香蕉地点。所以，云嘉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特别有引起2座香蕉亭，除了宣导生态保育以外，嘛促进观光。我们除了说在一些小额的一个经费补助我们的保育团体之外呢，推广观光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兼顾保育这样子。过去顶山香蕉亭乌面腊杯的数量差不多拢伫400只以内，这道雄雄增加到621只，嘛互生态团体行一条。虽然乌面腊杯的数量破纪录。敢是就会当解说过去起太阳能板无影响到乌面腊杯的栖地。对这件代志，台南生态保育协会讲，目前还阁看袂出来敢有影响，还阁需要继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接我看煞来看毛蟹，伫咧新竹的香山，伫海边啊有一个看毛蟹步道是开1300多万起的。想袂到去年6月份才开放，无到年半，因为风台的关系，即马步道煞断去，才无。1年半就转去，外界质疑这品质敢有偷工减料。画面中看到民众真欢喜伫步道顶悬散步看金马，想袂到即马步道袂堪即米塔风台的影响，中断一节，步道嘛因为安尼油封锁线，时间算算咧，敢若使用16个月尔。1年多而已啊，那1年多就坏掉，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这样觉得好像在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百姓的纳税钱一样，只有用1年多，这当初的设计，我认为一开始的设计单位就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市府并没有做很正确的来做评估跟督导。针对外界质疑工程设计敢是有重大，市府散发出回应，主要是因为香山地区平常时啊风得真透，加上风台期间拄着满流，步道才会断去，会赶紧完成修复的工作。因为当天的浪大概有3.6米高，然后尤其是大潮，所以瞬间的风级达到9级，所以导致我们赏蟹步道因故冒梁歪损。第三方的公证人来鉴定，这个到底是天灾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施工不当而造成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进行以及在厘清当中。这条看即马的步道，过去伫2017年3月份就因为验收有问题，厂商漏炮无法度启用，同一年5月份，佫互发现无摕到开发的许可就施工，有真侪争议。市府指出，随后会邀请技术工会来斗3工，来看施工的厂商爱负倒一寡相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舞蹈舞蹈剧团艺术总监林丽珍，用伊的好行甲伊的热情，替咱台湾舞蹈开出一条甲过去完全无共款的路。伊讲台湾岛的水、台湾岛的自然，也个咱台湾的地质甲文化，互伊养分，互伊会当创作出舞蹈的特色，甲这空也个慢这款美学的跳舞内底。互世界名声烫世界，互伊今年嘛摕到53年的艺术奖。跳舞是我的灵魂嘛，无跳舞我就啥物货拢毋是。
头前一趴火，火光闪烁，伊斟酌看舞者的排练，看到激动的所在，各会对咧拍屁啊、摇叮当，甚至大声喊来帮助舞者搁较投入。伊是林丽珍，跳舞超过50档，是台湾重要的编舞家，舞蹈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伊有正有路的观察力，也有真强的爆发力。好推。你看，你推我都推不动了。你的人是有保守力量。再一次来。林丽珍打开始学跳舞的时阵，学的是西方的舞蹈技巧。后来，伊体会到技巧是需要稳重起来，毋是要摕来等的。伊32岁暂停跳舞，用7档的时间，回来看这道倒数的自然生态和宗教文化。在1995年成立舞蹈，伊非常慢的身体语言和独一无二的舞蹈美学，感动舞蹈界。在这缓慢的过程，我们可以整个像显微镜这样放大所有的事情，你那看不见的所有的细微东西，全部被看到了。伊的所表现出来的身体的方式，拢是足台湾的，吼像讲伊几落个上有名的作品，拢是咱台湾的，譬如讲娘妈做啦，做石啦，也是讲咱这个土地，咧讲咱的土地，讲这个环境的内容林丽珍的舞蹈为石到调。舞蹈的场面调度，虽敢若亲像民梦，互观众看了真入迷。林丽珍就亲像是一把火，为舞者和观众带路，用舞蹈照光每一个人心内未知的所在。记者由于现场玉水台北报道。若有人问讲你是嘉义山，也是嘉义海，你会安怎应？你会经倒一个？台大创新设计学院即马有培养出一群少年家，伊用设计思考的方式引导你去思考，讲为什么你会安尼用？伊嘛把这个思考的方式扎入去社区，导入实验计划，叫大家做伙甲社区理想的形，甲写出来，甲列出来。下暗10点，讲青春咱的梦，咱做伙来看这群少年家安怎做。Alpha Team 坚持设计一定要理解使用者的感受，透过讨论了解问题，双方有共识了后，颠倒会当发现全新的行动路线。我今日带的部分主要是互因实际上用设计思考去做一个皮包啊，因为阮认为讲设计思考这个概念，毋是讲老师伫台顶安尼教册对学生就会晓的，学生一定爱家己去试看卖用设计思考去做一个物件出来，到就会晓。Alpha Team 有一个孵化计划，其中的灵魂人物就是廖建成，应用设计思考的方式，甲无共团队扩来到社区。就是都市的议题真复杂，爱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来投入。敢每当咱有一个孵化计划，甲不同的青年团队，大家做伙来探索讲，敢每当伫咧社区来发展家己的专业。另外，这个计划内底阁有一个子孙演爱小组，因希望设计一种物仔，会当互阿公阿嬷甲囡仔有互动，嘛会当互身体活动着。那设计思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设计的工具，那它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以人为本，就是要实际了解这些人的现实的生活状况。但以往在学校其实很难会真的接触到这么深入。一群少年人唔惊失败，唔惊考验，因定定讲做这个计划，就是爱一直失败，安尼才会当愈来愈知影人真正的需求是啥物。记者罗敏珠、连新维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咧东北部雨会直直落，北台湾是加较凉冷。气象局有针对台北、新北、基隆、宜兰4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乡亲爱注意。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有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东
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到25度。接下来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收听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